手頭上如果有啲儲蓄想攞嚟收息嘅話咧，而家就多咗好多每月、每季甚至係每半年嘅收息選擇啦。低至咧3000幾蚊港幣入場，同埋派息率咧係高達5點幾至6厘嘅喎。咁究竟當中嘅風險係點呢？過往幾年嘅表現又係點樣呢？今集仲有最後一個彩蛋，就係咧有一位觀眾咧來信才女嘅信箱，問到才女之前講過嘅每日、每月、每半年或者係每年派息呢啲選擇，邊啲係風險低啲？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個答案嘅話咧，記住睇到影片嘅最後啦。買收息股都唔可能咧每個月派息，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諗緊嘅就係呢一隻嘅高息股 ETF 啦。佢就話咧同大家喺呢個恒生指數上面咧挑選咧30隻嘅高息股，咁但係當然啦，佢都有佢自己嘅評選標準嘅。例如就係佢要篩選走咧拉尾10% 表現唔好嘅一啲高息股票啦，必須有過往嘅3年嘅派息記錄啦，同埋喺過往嘅12個月咧唔可以係表現最差嗰10% 嘅股票。而家佢哋涵蓋嘅一啲大型股票咧，包括係中國宏橋啦、裕元工業啦、恒隆地產啦等等。所以如果大家買入咗呢個一籃子嘅高息股票嘅 ETF 啦，呢一啲嘅 ETF 咧就可以幫你自動篩選走咗一啲高息陷阱啦。咁啊話雖如此啦，究竟佢嘅表現係點咧？嗱，其實咧呢一隻嘅 ETF 咧，只不過係由2025年嘅4月上市，所以而家啱啱攤到2026年咧，真係1年嘅貨仔嘅啫。如果你話入邊有好多數據咧，我就唔覺得。只不過咧就係勝在過往1年入邊咧，每個月都有派息。如果真係咁樣計翻嘅話咧，收益率咧係高達6厘嘅。大部分嘅派息基金咧喺市況唔好嘅情況之下咧，都會搣你嘅本金出嚟咧派息俾你嘅。咁好多觀眾咧成日都會問才女啦，究竟一隻基金係咪從資本入邊派息就係一件唔好嘅事咧？其實個答案咧係唔一定嘅，要睇下究竟佢由你嘅本金入邊 cut 幾多啦。大刀闊斧咁樣 cut 落去咧，長期嚟講令到你個本金咧係難以升值去繼續派息俾你，咁樣咧係一定唔好嘅。咁但係其實回報同啲乜嘢更加相關呢？作為新手嘅你，記住咧睇到呢一段 video 嘅最後啦。除咗每月派息選擇之外咧，仲有每季派息，即係1年咧派4次利息嘅呢一隻 ETF 啦。同樣咧都係篩選咧一大紮嘅高息股票。咁不過今次咧就唔單止係恒生指數，而係咧成個滬深港嘅指數。呢隻嘅 ETF 咧3000幾蚊就可以入場啦，做緊咧5.69厘嘅。呢一個咁樣嘅收益率咧，嚟自於乜嘢嘅成績咧？就係除咗大家成日聽嘅喺恒生指數出現嘅股票咧，仲有 A 股啦。佢而家10大持股包括有中國宏橋、中遠海運、順和置業、中國石油股份等等。其實就咁聽呢啲名咧，玩開收息股嘅朋友仔咧都知道，即使係單買呢啲嘅收息股咧，佢哋都係派好高嘅利息嘅。咁所以你問我5.69厘係唔係算係好高咧？我咧就會話其實佢係平均拉低咗嘅。咁不過亦都有人咁講 ，ETF 咧就係因為咗要降低風險，所以先要購入一籃子嘅股票。所以邊30隻嘅股票可以入到呢隻 ETF 咧，當然亦都有佢嘅篩選標準。例如佢哋過往3年都有派息記錄，又或者咧係要剔除咧過往1年入邊咧波動性最高嘅25% 嘅股票。所以咧呢一隻嘅 ETF 咧，其實揀選股票嘅標準咧，其實係比第一隻高嘅。咁而且過往咧3年入邊咧，因為呢一隻嘅 ETF 咧出世嘅時間比較早啦，所以咧亦都見到除咗有利息賺之外咧，佢嘅價格咧亦都係喺過往3年入邊咧升咗65% 嘅。嗱，聽落咧所有嘅數據咧都幾好，不過咧俾我發現咗，佢每一日嘅成交額咧都只不過係幾百萬，係咁多隻嘅 ETF 入邊咧最低嘅。咁呢啲原因咧就賣個關子，大家可以自己諗下。最後第3隻 ETF 咧就係每半年派息一次，佢嘅收益率咧去到咧5.88厘，同樣嘅入場費3000幾蚊，但係咧每一日嘅成交額咧去到3000幾萬。咁多人買呢一隻 ETF 有咁高收益率，點解咧？因為咧佢係特選出咧50隻高息嘅股票之外咧，仲有大家經常聽嘅一啲地產股 REIT 呢啲嘅股票類型咧，派息率咧不嬲都高嘅，例如好似希慎啦，又或者係恒隆啦，都係包括喺呢一隻嘅 ETF 入邊嘅。咁如果大家詳細睇翻啦，其實咧過往1年入邊嘅表現咧，呢一隻嘅 ETF 咧累計咧喺價格上面咧亦都升咗大概28% 左右。不過如果拉到去5年嚟睇咧，其實成個嘅收益咧只係得10% 嘅啫。咁如果大家識聽嘅話咧，亦都會知道啦，呢一個咧就唔係叫賺息蝕價嘅。
嘅，但係就係因為你收咗利息，所以咧其實喺股價嘅增幅上邊咧就冇升咁多啦。咁其實呢一個嘅問題，亦都係咧好多咧嘅高息 ETF 咧會帶到俾大家嘅問題，因為咧佢可以產生現在嘅現金流，但係對於長遠嘅增值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好利好嘅。所以如果大家嘅年齡並唔係真係咁大，又或者你睇過你自己成盤嘅呢個資產配置，唔係真係咁需要等呢一個嘅現金流翻嘅話咧，咁長遠嘅一啲投資選擇咧，你都應該要有嘅。聽得咁開心，即刻玩個留言遊戲。你究竟有啲乜嘢退休投資法寶啦 ？A. 子女又乖又孝順俾家用。B. 定期息息都夠使啊。C. 我咁醒，梗係收息基金、股票樣樣齊啦。D. 梗係等才女影片更新啦。講笑啫。如果你喺電視前面睇緊我嘅話，記住停低影片留言先啦。最後一部分咧就係一位觀眾咧嘅來信，想知道咧如果佢想睇翻我以往嘅片嘅話，咁究竟係每日、每月、每個禮拜、每季、每年收息邊一隻係我應該要睇先，邊一隻係風險低啲咧？嗱，如果你有差唔多嘅問題嘅話咧，我覺得你問得好啱嘅，因為咧當時我做新手嘅時候咧都有同樣嘅諗法，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股票或者係 ETF，因為佢派得比較多息，或者佢派息派得比較密，所以佢應該係高風險啲嘅咧，或者佢每月派息嘅呢個風險都應該係高過每一年派息噶嘛，因為喺我哋嘅心入邊，投資嘅新手就覺得定期每一年派息就好穩啊嘛，係咪？所以我當時咧我都揾咗幾個原因出嚟咧，最後解答到自己。第一個重點，佢嘅派息頻率同埋嗰隻產品嘅風險係無關嘅。派息頻率咧係由嗰隻基金又或者 ETF 甚至係嗰隻股票入邊嗰個決定人去決定，我究竟每年係派幾多次利息俾你。呢一個嘅決定咧，可能係基於佢哋嘅公司入邊有現金流嘅呢啲決策，佢哋喺稅務上面嘅決策，又或者係令到呢一隻產品聽落去好似吸唔吸引。例如有啲人就係因為佢哋有每月派息嘅需求，所以就有一隻新嘅每月派息嘅 ETF 出嚟吸引大家。其實呢一個派息頻率咧，與嗰隻產品嘅風險係無關嘅。第二樣，有派息嘅股票唔代表佢比起其他只係會增長或者唔派息嘅股票咧係安全嘅。安全同埋危險，簡單啲嚟講係基於兩大層次。第一就係呢間公司究竟佢自己營運嘅成績如何，喺呢個譬如話 AI 改變嘅世界入邊，佢能唔能夠配合而家嘅營商環境繼續揾錢？所以大家應該要睇嘅就係呢啲公司，又或者嗰隻基金包含入邊嘅嗰一籃子嘅股票入邊嘅公司，佢哋嘅前景如何？我哋睇嘅咧係前景，並唔係過去嘅呢個派息記錄。第三樣嘢，大部分嘅收息 ETF，無論係高息又好或者低息都好，都係要你投資一籃子嘅股票嘅。唯獨只係得一種，就係每日收息嘅嗰隻咧，純粹只不過係才女咧已經講咗3定4年嘅貨幣基金，過往7日嘅收益率咧，港幣做到2點幾厘，美金咧3點幾厘。過往咁多年嘅數字咧，唯一嘅正回報揾到嘅咧就係佢啦，因為佢係投資於定期存款，又或者係國債嘅。咁究竟有啲咩選擇係可以又高息，但係又穩定，派息頻率又高，又冇咁多股票比較安全，可以適合長遠揸住嚟退休咧？有嘅。但係呢個選擇唔喺坊間任何一隻產品度，係要你自製嘅。呢一個退休方程式咧，喺過往幾十年入邊咧，已經 proven 咗，任何風吹雨打咧都有抗震嘅效果。但係咩叫為之抗震咧？點解大家平均可以攞到6厘嘅息率咧？究竟要點樣自製咧？如果大家咧係差唔多呢個年紀啦，聽緊咧你自己退休金嘅需要嘅咧，不妨咧睇下下邊嘅呢一個研討會嘅 link 入邊嘅內容，20零分鐘啦會解釋晒俾大家知道嘅。講得出係方程式，我希望咧大家係有一個咧好固有嘅一個組合，抗風險嘅程度咧必須要好高，所以先可以幫到大家咧真係穩健退休嘅。下集嘅內容我希望咧可以同到大家講更加多咧關於高息股嘅選擇，更加多關於穩健收息嘅內容咧，記住追蹤投資才女咧呢一個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面，拜拜。